實驗之前先問你哋一個日常生活時會遇到嘅問題，俾唔同重量嘅物體從高處墮下，重嘅物體係咪會比輕嘅物體落得快啲呢？等我哋做一個實驗，睇下剛才嘅預測係咪正確。先介紹下實驗嘅裝置，呢度有一支玻璃管，底部有一條膠管通往外邊，膠管係開口嘅，玻璃管內充滿空氣，頂部有一粒鐵珠同一條羽毛，係用磁石吸實喺頂部。掹走塊磁石，留意粒鐵珠係咪先掂到個底。而家我哋試下抽走管內嘅空氣，如果冇咗空氣嘅阻力同浮力，實驗結果係咪會一樣呢？呢部就係抽真空機，我哋將玻璃管底部嘅膠管連接到部抽真空機，咁玻璃管裏邊嘅空氣就會被抽走。再掹走塊磁石，今次鐵珠同羽毛係同時到達玻璃管嘅底部嘅。